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12月22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以赛亚书》33章第17节到22节，《启示录》22章第6节到第7节，18节到2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荣耀，或者是咱会应该讲主的荣耀。保罗甲哥林多教会所写的批信内底，提到着讲人做啥是无重要，重要的是人正做上帝工作，也是上帝的荣耀。伊讲到底阿波罗算啥物？保罗算啥物？咱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要引带恁归信上帝。愿每一个人拢按照着主所分派的工作去做。我栽种，阿波罗灌溉，但是互伊成长的却是上帝。栽种的甲灌溉的拢算袂得是啥物，一切拢在伫互伊成长的上帝。真侪时阵，咱拢真看重家己的工作，认为功劳拢是属于家己的。这种的心态甲生命的基本，其实是违反基督教信仰的。就好亲像保罗的提醒，栽种的甲灌溉的拢算袂得是啥物，一切拢是伫互伊成长的上帝。咱看见圣经的记载，因并无介重视家己的功劳，因为明白伊只不过是上帝上帝的仆人尔。洗礼约翰，伊嘛是安尼的生命态度。当有一寡犹太人、法利赛人以及当时的人安尼咧想洗礼约翰，圣经记载讲，人民怀着期待，逐个心内咧猜想，无的确约翰就是基督。但是咱看见洗礼约翰，伊并无借着安尼的机会，借着大家的欢迎甲期待，伊就安尼大主大义去组织家己的群众团体来支持伊。伊反倒当真清楚来表达，明白家己的工作。伊讲，伊只是来做上帝的工作，是为着主耶稣基督来备办道路尔。圣经记载约翰安尼讲，因为安尼，约翰就甲因讲：我用水甲恁行洗礼，但是呢，有一个能力比我搁较大的要来，我就是替伊忝为不配。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行洗礼，伊手摕着本机，要来清起场顶悬的漆要将马收入去仓库，滴到遐个粗坑，伊要用永远袂花的火来甲因烧掉。以赛亚先知安尼讲着。恁将要搁看见一个君王的光辉甲扩大的土地，对外国扣税甲做奸臣的恐怖已经过去啊！恁也袂搁看到遐个傲慢骄傲的外国人在讲恁听无的话。恁看色安吧，伊要伫我庆祝新城节期的城，
恁要看见也著xác定吧。伫迄个内面有偌尼安全，伊要亲像永远袂煞振动的场边，伊的囡仔要搁再飞出，锁仔永远袂搁断。上主要显示伊的荣耀，咱要住伫旷阔的河流的边仔，对得的船只无伫迄个所在来航行。就算是对着的船进入伫咱的港口，伊的几仔锁也拢袂落了了，伊的布篷也踢袂开，船顶的货物要成做咱的战利品，含遐个袂当行路的歹骹的嘛有一份。上主是我的审判者。咱的立法者，咱的王，伊要拯救咱，这就是说咧约翰所咧有过迄位审判拯救的耶稣基督。将来荣耀君王耶稣基督要成做世界，为着这个世界带来和平甲拯救，互世间人无搁再陷入伫迄个恐慌的中间。并且有上帝保守的平安，这就是圣诞节的福音，是上帝所赏赐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所赏赐的。这毋是任何人的荣耀，是耶稣基督的荣耀。上帝应允的实现，基督徒应当看家己做本事。这是保罗的态度，伊捌安尼讲过。不只是安尼，我要将万事看作亏损，用本色。我要用掠认捌我的主耶稣基督成做至宝，为着伊我损失一切当作本色，为着要赢着基督，完全甲伊结连。无搁再有迄种因为遵守法律较有的义，我现在有的义是因为信基督有的，是上帝所赏赐的，是用神做根据的。我干那渴望认捌基督，体验伊搁我的大快乐，分担伊的苦难，经历伊的死。毋茫我家己也通得到对死搁活，这是记载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8节到11节。耶稣基督特别来啊！人的荣耀有真重要吗？就亲像福音书所记载迄个10个童女，伊咧等待新郎的来到。当新郎一到，无论是10个童女，还是5个聪明的，拢已经毋是遐尼重要啊。所以毋通去追求，或者是去强调家己的荣耀。启示录安尼甲咱讲，天使对我讲，这个话拢是真实可靠的。迄个赏赐圣神互先知的主上帝，差遣伊的使者。将迄个必定伫短期内要发生的事，指示互伊的仆人。耶稣讲：看啊，我特别来啊！迄个遵守这个册顶悬有言的人有福气啊！接续第20节，伊又去讲，为着这一切的事做干净的迄一位讲：是啊，我特别来啊！阿门。主耶稣啊，请来吧！咱即不过是救恩的见证者以及仆人，真正的荣耀是要归乎上帝的羊羔。耶稣基督，咱的王，咱的救主。因为凡事为着家己荣耀努力的人，拢会去互上帝来甲伊拄名。
就袂为享受上帝伫永远生命所赏赐的福分。亲像耶稣基督也教导咱，迄个追求也是故意互人娱乐，并且来得到荣耀的人，已经得到伊应该得的，就无搁再会通得到属天的赏赐。最近台北中会总干事准备退休，最近伊就即时主动退出中会中间各种的联络的工作。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却互人看见一个无将阳光功劳归伫家己的这种牧者应该有的伦理作为，以及应该爱展现的气魄。咱做来祈祷，儿子的荣耀直到永远。感谢上帝赏赐的恩典，互阮虽然未堪得，却犹原会当因为相信来得到救恩。感谢主过去伫一年的中间带领保守，愿主的荣耀长长存到伫尾。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